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华视出品的《俗女养生记2》。播出以来，每一集的收视率拢是全台湾的冠军，嘛来创下着华视18年来戏剧节目平均收视上悬的纪录。啊，毋那台湾人爱看，嘛红到国际。而这个东家国际戏剧节的戏剧奖，摕到海外作品特别赏的奖项。啊，这个剧组嘛透露着好消息，讲《俗女养生记2》确定要伫日本、新加坡、中国、香港、越南等等的亚洲地区来播出，期待伫国际上来带动一股台湾俗女的风潮。查某人生囝疼，这是世界上该疼的疼。趣味的陈嘉玲规家伙仔有当时独立，有当时佫真笑。《俗女养生记2》，不管倒一个角色，拢有特别的魅力，让台湾的观众真喜意。虽然全新第2季播出，不过真侪人拢唔敢和嘉玲讲再见。即马嘉玲的魅力嘛，传到日本。2021年东京国际戏剧节海外作品特别赏的奖项，就甲奖颁予《俗女2》。不过因为疫情无开放，予海外热选者参加，导演和演员专工用影片来发表得奖的感想。希望这出戏呢，在现在全世界面对疫情很困难的时刻，可以带给大家多一点点温暖，多一点点幽默，多一点点疗愈的力量。谢谢大家对《俗女养成记》的肯定。热选的还有宋仲基演的欧斗律师文森佐。还有泰国的人气 BL 剧，因为阮天生一对。俗女2嘛是伫2017年花甲男孩当大人了后，搁一摆有台剧得到这个奖的肯定。除了台湾，俗女2嘛会伫日本、新加坡、中国、香港、越南等等的所在播出，让陈嘉玲自台南名变做国际名。